68歲嘅鍾漢強由細到大都喺坪洲住，3年前開始退休生活，得閒會到海灘散步，有時又會整麵包、缽仔糕。鍾漢強話做麵包糕點係佢嘅興趣，不過踏入30歲，佢就反而選擇放低麵粉，學人拎起鐵錘入行做裝修師傅。最早嗰陣時做西餅麵包，做咗成7年。跟住咧，我就覺得個錢銀咧同裝修唔同。西餅麵包咧又做到師傅都係2000蚊。嗰陣時咧做裝修咧就有4000蚊。我係養老婆仔女咧，就變咗唔係幾夠啊。所以我諗住決定轉行，就轉咗做裝修嗰個行業啦。做裝修咧乜嘢都要識做嘅。坪洲有冇一啲係你有做過㗎？坪洲有屋邨咯，就係呢棟。係啊。哦。係做邊一個部分？做呢個頂呢個部分啦，就鑿開佢，跟住咧就做過晒防水，就鋪過晒啲英泥石屎沙，就都幾辛苦㗎。呢度咁高，下下都要吊上去。之後，鍾漢強足足做咗30幾年裝修師傅。不過好景不常，佢喺3年前確診患上肺塵病。我其實上3樓咧，我都氣來氣喘嘅，上一層咧都氣來氣喘，要唞一唞。咁啊發覺好嚴重啦，咁啊即刻入醫院咯。私家診所咧，佢話你肺癆啊咁樣，睇極醫生都睇唔好嘅。去到醫院嗰度睇嗰陣時咧，佢話你肺積塵咯，就有40% 啊。所以就決定退休咯，即係已經係做唔到乜嘢咁滯啊！諗翻轉頭，鍾漢強覺得患病同以前開工冇做好保護措施有關。嗰陣時就好大塵嘅，連人都睇唔到嘅，一灑親水佢漏電噶嘛，所以我哋都啲塵咧都揾把大風扇抽出外邊啦。係用嗰啲濕毛巾包住咯，因為豬嘴嗰陣時嗰個年代都仲未有嘅。而家佢定期都要去醫院覆診檢查肺部，亦都會每星期去運動中心做2日運動，令病情唔好惡化。各位工友，千祈要戴口罩啊，同埋做好防塵措施，唔係咧就係即係染咗呢個肺塵嗰個塵著病咧，就覺得自己本人就好辛苦噶啦。而家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為建造業工友提供免費胸肺檢查服務，仲有資助中小企購買減塵工具，例如有集塵裝置嘅割磨機、電炮同電錘。想知多啲就記得上基金委員會嘅網頁或者致電查詢啦。